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林嘉义。位于台南大内区旗子瓦部落的公车路线已经停驶了13年，对于偏乡的民众来说，出入相当的不方便。对此，市府争取中央经费，引进小黄公车的资源，也就是公车收费、计程车的享受来服务。日前，交通局正式举办通车典礼，场面相当温馨。要走将近位于大内的旗子瓦社区，因为偏僻路窄，公车已经停驶13年。根据了解，虽然当地只有100多户，皆是老人居多，不过市府为了落实高龄友善，改善偏乡交通服务，小黄公车将是最适合的公共运输。28号，市长黄伟哲在交通局长等许多民代陪同，正式举办小黄公车通车典礼，场面温馨热闹。那么大台南小黄公车大内区正式上线。这是公车的费用，计程车的享受，然后对于环境也好，因为减少排碳因为小车子的排碳量比较少那对于乘客来讲更舒适，对于业者来讲这个费用比较降低，对于政府来讲环境跟交通都得到了好处。所以说，这是一举数赢一举多赢的局面。所以我们对于小黄公车的开拓，尽管在财政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但是我们从来不手软，也希望对于偏乡的交通民众的需求有所反映跟改善。交通局从第一期预警白河的小黄公车到目前，包括大内已经是第3期，后续还有北门、七股、将军等海线各区的9条路线。110年第1季将陆续完成，同时推出贴心服务。小黄公车的服务呢，我们前面2期除了推动之外呢，我们陆陆续续有推出我们新的预约站牌。那我们也有这个小黄公车的这个资讯也上到我们大台南公车的 APP， 所以市民朋友除了打电话预约之外，也可以上我们的 APP 来做预约。那随时也可以掌握小黄公车现在的动态。那我想上面也可以及时告诉市民朋友上面还有多少空位。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小黄公车服务的精进。那我想希望透过这样的服务，让小黄公车的这个服务的提供能够更升级。第3期小黄公车得标的台一大车队，除了提醒大内民众要坐车道预警，除了每天3班可以在站牌等候，其余时间都需要预约。同时，车队也有提供无障碍车款和转型接送失智老人的服务。我们车队在地偏乡，我们有社会局的长照2.0的交通接送专车，一样是有无障碍的设备。然后民众如果说有社会局的这个2级以上，然后有得到补助的话，那他就可以搭乘我们的车子去医院就医。对，提前7天去预约我们的车子。在地方的期待，这种有温度的交通运输对65岁以上老人还是免费，欢迎市民多加利用。轿车专线0630000000。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台南的石鼓文创园区打造全台第一个首座的童话魔法糖饼屋，在28日正式启用，透过创意的售票亭来吸引更多的人潮。欢迎大家来到石鼓文创园区，让糖饼屋成为热门的打卡景点。石鼓文创园区改造百年糖厂，经过6个月的时间，打造出造型可爱的糖饼屋，让来到文创园区的游客们一进到大门口，就有一种好像进到童话故事般的感觉。在大门口的2边还特别用了代表中西方2种糖果，代表文化的结合。大文创园区呢，再度以魔法为主题所打造的魔法序曲魔法糖饼屋，今天呢正式启用。那呢，从之前我们的魔法首部曲魔法工厂获得大家一系列的好评，甚至荣登我们网红打卡的全台前10大景点。那这次呢，石鼓再以魔法为主题，衍生我们的魔法序曲。那呢，在我们的魔法糖饼屋的部分呢，房屋的主体由400片手工打造的一个麦芽饼干作为房屋的
主体。然后呢，在我们的屋顶的部分呢，也有我们的巧克力卷心酥，还有巧克力饼干来打造成为我们的魔法糖饼屋。那特别的是呢，在我们的烟囱的部分呢，也结合了原石的玛瑙来打造成为烟囱。那呢，在晚上夜间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我们的糖饼屋的玻璃以镶嵌玻璃的方式来打造，会透出彩色的光芒。那也希望呢，继魔法工厂之后呢，我们的魔法序曲魔法糖饼屋再度成为我们的热门打卡的景点。开幕活动的现场不只有各式各样的糖果装饰以外，还有小朋友跟糖果姐姐一起跳舞，并发放糖果给大家。另外，在进到园区的大门上，也使用阴阳蝶的造型，让园区成为一个男女平等的性别友善园区。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精油有特殊的香味，可以帮助身心更加舒服。三民区千岁里关回站有一堂精油课程，讲师教长辈用闻的，先认识各种精油的味道和功能，再按摩头部和肩颈，借由闻香和按摩滋润长辈的皮肤，也放松筋骨和压力，通体舒畅。各种精油各滴一滴，滴在长辈的手掌心，搓一搓，用142呼吸法闻一闻精油的香气，直达全身。再用不同的精油按摩头部和肩颈，长辈都觉得好舒服。头部很轻松，能够舒缓我们的疲倦啊，让我们的可以清醒我们的头脑啊。这些精油光用闻的就能够达到醒脑、舒压、安定神经的效果，再用按摩的方式更能够滋润皮肤、舒筋活血，让长辈平常少动到的部位，借由精油按摩也能够触动得到。活血部分我们会用生姜油，对，就是舒活舒活脉络，对，让那个就是我们打通我们的那个脉络这个部分。所以其实有时候身体没有在动的话，其实会有很多的，也是会有很多的僵硬的情形。所以透过精油的话，可以帮助活血，然后也让身体保有弹性，还有就是我们的血液会促进血液循环。千岁里关怀站在里长安排下，请讲师来教长辈认识精油对身体的帮助。平时哪里不舒服，闻一闻精油，或者用精油按摩一下，减少不适感。但是里长也提醒，如果状况持续或者更严重的话，还是要给医生看一看。精油的话是比较好的东西，那可以让大家放松清醒之外，有病还是要看医生，但是可以让自己减少吃药的那个次数，这样。精油可以刺激嗅觉、安定神经，而透过精油按摩，更能够增加舒压的效果。长辈因为认识了精油，增添生活乐趣，也学习到一项帮助身心更健康的良方。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痔疮手术后疼痛一直是很多患者担心的问题，造成患者不敢就医，让原本可以轻松处理的症状越拖越严重。现在国综合医院从手术前、手术中和手术后3面向进行评估，利用多种模式止痛的方法，就能减轻患者的疼痛。俗话说10人9痔，痔疮是许多人很难说出口的疾病，尤其痔疮越大，症状越严重。根据医疗期刊的统计，传统痔疮的手术后疼痛，如果10分满分，就像生小孩一样，刚开完痔疮手术可能会达到7、8分。因此，郭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结合手术前、手术中与手术后多面向的止痛方式，甚至不同的手术方式，都能降低患者的疼痛。所谓的无痛治疗，其实可以分为几个面向啊，主要还是术前、术中、术后多管齐下，才会有更好的效果。因为目前单靠比如说某一种止痛药，它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会需要术前就要好好保养，让痔疮消肿啊，配合术前止痛、术中的一些手术方式的调整，再加上术后的一些额外的加强。这样才能够达到更好的疼痛控制。这样，我们今天讲的术式有几种哦，比如说结扎术是做完，它是门诊手术啦，所以其实做完之后疼痛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是痔疮雷射烧灼哦，或者是传统的改良式传统的切除，那其实这跟传统比就是疼痛都改善蛮多的。比如说传统的一开始开完可能疼痛有到8分9分好了。那改良式的可能就会减至少5成以上，那一些微创啊，或是其他比较先进的方法，那可能疼痛会更小。医师建议，痔疮患者千万不要道听途说，
一定要找正确的医师治疗。另外，维持平时良好的作息，养成健康排便、饮食与运动习惯，好好保养，别让痔疮一直处在肿胀的状态。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多家社会企业社带领原住民、单亲等妇女代表，结合树德科技大学流行设计系的师生，以这次梦想的勇气为主题展开一场走秀。会中还有78岁的阿嬷都来参加，经营共创的场面相当热烈。这栋隐身于中西区巷弄中的民宿是由近50年的老屋所改造。根据了解，是家族决定转经营的民宿，为了安全起见，几乎是大整形。内部简单朴实的装潢，令消费者有回到家里的温馨。而透过磨石子到2、3楼房间，更是阿嬷当年打造老推厨的智慧。可以看到每一个房间都有许多古早味布置，连砖墙也是复古，甚至还有防空避难的地下室。今年创意有成的施梦婷表示，除了是屋主的回忆，也是希望保留情感，向旅客分享文化故事。我觉得老房子其实它是有一个灵魂在的。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们就是应该是有的人会很喜欢这种带给人家的氛围跟味道。那我觉得如果可以把老房子做一个妥善的保留，然后让他自己去跟我们未来的客人去做对话，我觉得那种氛围是很好。就读企业管理的施梦婷，将阿公阿嬷的 K 给处趁大整理的缘分改造成合法民宿，希望当做一份产业来经营。也因为看好台南许多珍贵的文化资产，认为若以文化的观点来经营，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愿意深度旅游的旅客。应该说不是去利用老屋，而是我们去把老屋的自然而然的方式去让它呈现出他们原有的样子，对，让他自己去说故事，而不是我们要去强行的去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这样的市场其实目前陆续越来越多人会欣赏这样的一个感觉，对。那我觉得市场是蛮值得期待的。台湾丰富的文化，透过老厝民俗的角度，嘛，让消费者亲自来认识，借此提升旅游的产值。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高雄历史博物馆来到了那马夏区，透过展览空间设计独特的河谷地形装置，邀请观众漫游山田水地，更以山鹿和苦花鱼为主题，代表2个原住民族，从生态的角度认识那马夏。高世博推出的展高雄特展来到了那马夏区，展览以山鹿与苦花鱼为主题，分别代表布农族与卡纳富族。展场共分为5大展区，从传说、历史到风灾带来的样貌变化，引导观众以生态的角度重新认识那马夏。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档展高雄山鹿与苦花鱼那马夏特展啊，那主要是介绍那马夏的这个自然、风土以及人情。那我觉得里面最特殊的地方，大概就是我们把高雄市今年度所登陆的2个卡纳富族的这个民俗，把它用这个展示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这个展示的内容也包含了他们使用的器具，包含了照片，包含了甚至它的这个音乐跟影像，我们都用这个展示的手法，让民众可以了解到这2个非常卡纳富族独有的这个合祭跟米公祭的这个祭典。展内除了介绍2个族的文化传统，更有2个展区专门说明因为风灾的影响，让那马夏改变了样貌，也同时推动了卡纳富族的正名运动。观众也可以透过曙光展区来看见那马夏居民如何重建家园，迈向复苏。那山鹿就是布农族的一个射耳祭的一个核心那这个部分有所谓的狩猎技巧的一个传承。那苦花鱼是卡纳富族的一个主要的蛋白质来源那这个部分因为南子纤细它富含这个鱼虾的一个生态，那也养育了这个卡纳富族的民主在这个地方生生不息。那所以说一直到现在就大家所熟悉的那马夏又在88风灾之后重新站起来，透过萤火虫、水蜜桃
就再让全台湾人知道，南巴峡已经是所谓的浴火重生了。高石博特色展览展高雄，这次来到那玛夏，以文化新绿的概念，展现原乡多面向的文化风貌，让大众对在地有更深刻的认识，领略多元的风景。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大型的钢索雕塑日前在高美馆正式登场，雕塑大师康木祥利用101大楼退役的电梯钢索进行创作，作品更在巡展世界后重新回到台湾，以艺术串联世界，要带给民众蜕变新生的感动。曾经在101大楼承载无数人的电梯钢索，在艺术家的巧手之下，由钢转柔，赋予新生命，化身大型艺术品。在高美馆卫武营与中钢总部同步登场，结合周遭环境，为园区带来新生机。因为高雄这个地方、这个城市正在发展，我的作品是重生，就从一个废弃的钢缆，然后再生利用。我一直来都想爱地球，对环保很注重。那这一个作品在这个高雄来展出。我想说，有工业的发展，应该有艺术人文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来呈现。这项特别的作品不仅在世界各地巡展，最后返国回到高雄，以艺术连接世界。而艺术家将坚硬的钢索转化为柔软温润的艺术品，更象征高雄从工业转型，迈向智慧科技与人文艺术，迎来新的蜕变。钢铁产业、金属产业。是我们高雄最重要的传统产业，也是台湾整体工业的基础。这样子的一个钢铁之城，它不但不会是铁锈之城，如果是铁锈之城，我们要靠的不只是半导体，我们更要靠的是文化艺术软实力来改变。而这个软实力的最具体的代表就在我身后。这些年来，我们也在透过这样的产业的转型，让钢铁不只是我们的资产，同时也能够跟这个环境有一些融合哈。那这是能够透过老师这样子的一个退役钢索的创作，一线生命哈，让这么坚韧的材质的材料能够变成这样子的，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好像很轻盈的这样子的一种坚韧跟柔软。这样之间的对话，跟我们整个高美馆从去年打开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湖畔广场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是一个非常融合的一个呈现。艺术家将钢铁的韧劲转化为雕塑，象征重生与蜕变，也代表顺应自然、融入环境。透过废弃钢索重生，将艺术的感动带给民众。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卫武营是这次台湾灯会主要的展区之一。由于区内拥有森林、湖泊、木桥等多元的地景，市府观光局因此邀请国内外的艺术家，结合这些地景创作光影灯饰。首见亮相的作品是运用水中倒影，形成完整对称的圆形水雾环，相当吸睛。好几棵大树环抱卫武营北湖区，有座半圆弧的水雾环，缥缈的水雾增添不少浪漫的气息。但到了晚上，水雾打上火红的灯光，成了烈焰燃烧的景象。湖水中的倒影刚好呈现完整对称的圆形，也增添神秘的气息。晚上透过了水雾跟灯光之后，它仿佛因为水面的倒映形成了一个完美对称的圆之后，像发出火光的一个圆，就好像我们看奇幻电影里面，它变成了一道要进入另外一个奇幻秘境的一道门，一道门户啊，所以呢，反而会让人有一种非常奇幻而且非常魔幻的一个感觉。晚上有灯，又更亮丽，更梦幻，更那个休闲的地方更最棒。这件作品是卫武营首件亮相的国际作品，是来自澳洲籍艺术家的系列创作。为了让无法出国的国人有机会一解出国之瘾，特别将这位国外艺术家的作品长久设置在高雄展出。那这一次，其中在卫武营我们首件公布的国际的灯节的作品呢，就是来自澳洲的艺术家 James。Tapscott 的作品，我们称之为月食。那这件作品其实它有一个叫做 Arc Zero 的系列作品，它用类似像半圆的钢圈形成一个圆，而在搭配不同的地景而展出的这系列作品啊。另外一件作品也很有看头，一只只仿真花束在阳光照射下，
散发红彩光泽，形成花海，搭配赏鸟木桥和水池倒影，漫步其中，唯美指数破表，民众纷纷拿起手机来拍照。它利用这个特殊纤维，所在湖畔种下了超过2500朵的直光花。它在白天呢会发出彩虹般的色彩啊，一片望去其实非常的壮观，也非常的美丽。而到了晚上，它会发出绿能的微光，而结合赏鸟桥，结合湖畔的水景啊，星光点点。今年的魏武也很漂亮，大家一定会冲出来。阔别20年，高雄再度主办台湾灯会，也是首次选定卫武营为双主场之一，以园区广阔的环境进行布展，营造森林艺文城市风貌。记者张世明、赖昌邦高雄报道。在鼓山区有家营业超过40年的面店，从旗津的小餐车发迹，日前搬到鼓山，特色的招牌店名让人想一探究竟。店里面的海鲜料理更是令人难以忘怀。马上透过镜头带您去看看。这家位在鼓山的面店，光是看到店名就让人眼睛一亮。美女指的不是别人，正是第一代老板娘的名字。从旗津的摊贩做起，现在转移阵地到了哈马星，又让面店的美味更加发扬光大。是不是因为我们店有什么美女啊？其实是因为板骂叫做 V 路啊。因为我们是在地的旗津人嘛，然后我们也是从民国66年就一直经营到现在。我们也是为了就是想要开发新的客群，所以暂时离开旗津。走进店里就能闻到扑鼻而来的阵阵香味，一碗结合鲜虾、蛤蜊、蟹肉、花枝等丰富海鲜的海产粥就是店里的招牌。满满的海产集合在一碗，澎湃的海鲜与自然清甜的汤头，虏获了不少饕客的味蕾。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啊，最主力的就是海鲜。我们从以前在旗津啊，就是我们拿到海鲜就是比较方便，而且比较新鲜，所以海鲜粥啊，海鲜类的这个商品就是我们比较主力，然后就是比较在行，对东西的品质，就是对海鲜的要求都是比较高一点，比较敏感一点。它的那个料哦，那个较实在啊，算讲那个单价和人北京比起来，伊较贵一些啊，但是伊的物件较有较丰富的对啊。秉持着新鲜食材与卫生的面店，从旗津一路来到了鼓山，料鲜味美的海产系列与超过40年的不懈坚持，才造就了回头客一尝再尝的好滋味。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一般的咸酥鸡店卖的大多都是黑轮、鱼板、百叶豆腐等炸物，但左营一家咸酥鸡店卖的更多不一样哦，有牛肉、猪脚，还有白带鱼。老板除了专精料理之外，还很有爱心，会将这些好吃的料理分享给弱势的民众，获得邻里的好评。一大块安格斯牛肉放在砧板上，老板快刀将牛肉切块，再和德国猪脚、白带鱼等一一下锅油炸。这不是一般的餐厅，而是一家咸酥鸡店，但食材和一般餐厅没有两样。那没有吃过炸牛排的感觉是什么？那我们用的部位就是五股牛小排，它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直火料理，比较快就直接就对决这样子。对，食材的新鲜其实烹饪这个东西谁的手法都一样。只要食材够新鲜，这个东西就好吃啊！会卖这么特别又高档的料理，其实是朋友瞎起哄，带着现买的牛肉和刚钓的虾子要他代客料理，所以他才突发奇想，把这些菜色放入咸酥鸡的菜单里。他们就说，可不可以代客料理？到最后我们自己店家就变成说，直接帮你准备这种比较高档的食材，像泰国虾啦，都是客人说我去钓虾，那我可不可以拿虾子来帮你炸？那我觉得可以啊，那你拿过来。所以久而久之，这些变成我们热销的东西，是客人推我们出来的。除了多卖了一些和一般咸酥鸡店不一样的食材之外，老板还特别热心公益。最近更在一家企业赞助之下，制作上百个便当，由里长发送给弱势民众。里长还特别制作感谢状，表达感谢。他们都做一些暖心的举动，也就是在长年以来都有一直在做关怀弱势的这个活动。
然后赠予他们餐点。那陈老板他本身呢，他的料理的技术啊是1级棒的。结合里长是因为里长知道我们这一区哪一些老人或者不能出门的一些小朋友，他们可以做到一个直接的一个照应，不用等到我们自己去说，我们自己的官网力量太小了，让里长来代表我们去说，那我们做一个号召的力量，那也是有限呐，所以做爱心这东西，大家可以共襄盛举。从传统市场卖炸物起家，到拥有自己的店面，还用快餐车的方式扩大分享美味料理。陈老板这家咸酥鸡店特别不一样，成为社区里的一股暖流。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嘉义，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见。